继续来到中华河滨的甘蔗里，有里民认为电磁波危害健康，要求爱甲里内的基地台拆掉。电信业者甲里民协调失败，5月初6的中昼开始来断讯，在地4000个里民的手机拢无信号，有够无方便。讲因暗要来召开里民大会，要来看这个基地台是毋是要来重建。 这样根本没有讯号。手机摕出来，毋是无信号，若无就敢若一两家，除了无网络，敲电话嘛袂通。断讯啦！哦，你知哦，电脑工课拢会安尼。在地人讲袂输，等到石器时代，而且要一礼拜啊，原因是有部分的里民抗议基地台，经过协调失败了，业者只好将信号切了断。公司现在都是用赖 Q 多啊，有时候请假啊，或是有什么事情都是用赖在联络啊，几乎都没在留电话。不是所有都抗议，只讲大部分的人嘛是无注意这啦。搁看新闻就知，哇，阮遮信号遮歹，反正就是即马这机型无用啊。为里民坚持爱拆基地台，有人感觉爱保留。我甲联络伊就讲，迄个拜二应暗开会，结果看了才要拍算。 到底是要继续过这款无信号的生活，还是要互较早敲电话会通的日子？李亮讲，沿暗会开里民大会，由里民做伙决定。